为了要推测在地食材，也让学校的中岛等的菜色有变化，高雄市结合到食品产业农会甲学校，邀请米其林的总铺师用高雄生产的米甲菜色来设计5出料理。教育局也讲，这新学期开始呢，除了有新的菜单，也有更加侪高雄农产提供给学校或者囡仔会当食在地食到是。我就把它稍微爆香就可以了。 先将葱头甲油葱酥下落去浸芳，然后佮将水莲、番麦笋、卡贝笋等正10种的菜色放落炒。这是米其林历请认证的总铺师，特别为高雄囡仔设计好料理。拢总5出菜，有沙白鱼丸、金龟炊卵、白菜头、鱿鱼卤肉，佮有7项高雄147号米、参毛豆、蚵仔、番薯落去做的炊饭。各项菜拢真好食样，和学校的营养师拢真学乐。简师傅很厉害的地方，它颜色配得很好。那我觉得视觉在变化上面，它如果很缤纷，然后呢看起来很可口，小朋友的视觉效果就会好，就会想要多吃。基本上这几项菜拢是还蛮简单的，简师傅应该是有搭配我们学校会当处理的迄个状况去设计。 都还不错。这场结合食品产业、农业界甲学术界的活动，无论是营养的配合，也是煮食的方式，拢是为着要互囡仔加食一寡好物件。农业局表示，这阵高雄学校所使用的食材，全部拢是经过国产安全认证的，不过无一定是高雄生产。希望未来会当提高在地农产的使用比例。农业部在推动3张1Q， 就是鼓励我们在地的血统，各位的吃的都是有来自。 我们国产的也是来自我们这个安全健康的这些蔬菜。那我们高雄呢，特别就是希望能够用我们在地的食材。如果可以透过一个好的机制，让小朋友从小吃到好吃的米、国产的米，让他们了解，他们甚至可以透过食农教育来美农学习插秧。 教育局表示，对新学期开始，有这5项米其林菜单会提供学校使用，更有300栋的高雄147号米会当给学校选买，用安尼来落实对产地到食饭道的理念。记者郭家祖、邱兆阳、高雄场报道。